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政府的前发言人罗旺泰以健康的因素请辞核准。知影内情的人士来透露，讲就是因为各项发言的工作拢予市府决策的小团体把持。罗旺泰因为处处受到限制，无法度伸脚出手，感觉真忝才来请辞。咱的记者真正是独家来掌握到台北市府的市政顾问陈国军、李乃的群组来指导副秘书长。洪质疑，莫非这位陈国军就是地下市长？蒋万安市长是来回应讲，台北市政府就是一个团队，大家做好家己的本分，大家做伙努力。台北市发言人罗旺泰请辞稳准了后，民政局长陈英德留面采写，我嘛做想要退休的，敢讲第二粒请辞的炸弹，搁要崩。那跟市长聊聊这一块吗？不可能啊！他跟我聊，我也不跟他聊。破文一个出来，互大家拢伫咧注意，不过蒋市长第一时间煞无打电话来。所以有想找他，但是被拒绝，是不是？没有。他找我，我还不一定要看他。过一天，蒋万安讲两人见过面啊。昨天我们市政会议结束之后，我们一起到五分埔福德宫也一起出席一个场合哦。那大家都是沟通非常顺畅。不过，搁较侪内部代志，方表出进前因为礼宾兵拄啊无够，民政局长陈英德顶礼拜嘛，方要求参加会议，一直扣市政顾问陈国军责任。群组的对话内底嘛，指导副秘书长，当时直接甲副秘书长王秋东讲，报告副秘书长我看无，就是无兵拄啊，毋是一句和市府无关系就解决。除了发言人和副秘书长乱当指导。洪质疑市府扣有的人管条条。外界认为说核心圈太小了，议员也建议说应该要扩大。这个问题应该问发言人吧，不是问我吧？那您自己有了解吗？就您的了解呢？我了解部分，这个还是要问发言人吧。那你怎么看罗旺哲的表现？我不晓得，这个你要问秋冬发言人比较合适吧？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了吧？可以走了吗？因为您一直跳针啊。我没有跳针，我都回答你们的问题了。说那个陈国军是地下市长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其实市府我们就是一个团队。被陈国军顾问嘛，那您这方面就是市长是知道。其实我们团队大家都会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，大家彼此的沟通。蒋万安强调，大家拢有家己重要的代志爱做，不过唔是发言人，嘛唔是民政局长，安尼指导别人的工课，莫互人看甲不飒飒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